国际消息，咱先来看，以色列拄则针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南部发布上新一波轰炸行动。以色列采纳攻击加沙北部，也有黎巴嫩的南部。其中加沙有一间清真寺，甲一间学校的庇护所去互轰炸，造成至少24个人死亡，93个人受伤。而且因阁讲，已经甲真主党的指挥官塔维尼消灭。因来针对这点，真主党目前是还无回应。 以色列军方拄则要求百姓赶紧撤离贝鲁特南部真主党的据点，无久了就发动几多遍的攻击。10月初7是以哈冲突满1年，全世界拢有相关活动，尤其以色列更加是高度警戒，吹落分别轰炸加沙加黎巴嫩南部。以色列军方讲，伫加沙北部的战斗有几多位士兵受伤，加沙一座清真寺被攻击有重大死伤。 伫攻击进前，以色列要求所有百姓完全撤出加沙。军方对天顶弹传单，提醒讲，这款地区是危险的战斗区。但是估计还有30万人，还留伫咧被严重破坏的北部地区，100万人走去南部。无久，以色列军方阁发声明，讲有发现几多粒飞弹自加沙北边飞到以色列领土。 另外，伫以色列南部的 B18市是发生公车站枪击案，1位女警死亡。当局将这件代志认定做恐怖攻击。 伫黎巴嫩贝鲁特南部的大西耶一直传出爆炸的声音，以色列讲这是真主党据点之一。黎巴嫩国营媒体报道讲，有遭受到30几遍的攻击，目标包括通往贝鲁特机场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顶头的一个加油站，也有一个医疗用品仓库。有一寡攻击也有引起连续爆炸，可能是射到军火仓库。相关攻击造成百姓重大死伤，也是自从9月23以来上严重的轰炸。以色列军方讲，以色列境内领土也遭受空袭，差不多有130粒飞弹射入来，有一寡被炸落。真主党讲，将以色列北部一阵士兵当作目标，发射大量的飞弹，并且正精准的射掉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